台北市议员陈友成接到电情，讲台北市临时动物之家用篷布做犬舍的厝顶，最近天气热，这犬舍内底温度是降到超过40度。 这些犬猫它有平均这样子厚厚的皮，有些犬只，你能够想象穿着这样的毛皮衣、毛衣，在43度不到1到2平的狭窄空间里面生存4到5个小时吗？里面有装设很多那个电风扇，大型的电风扇来排除温度。将在日后那个帐篷上面会加盖黑色的帆布，就是做阻隔。 位外面会当看到用篷布搭厝顶的是临时收容犬咧大所在，这涂骹有放几若台地通咧吹。议员批评临时收容的犬舍未通风、热佮湿，而且这篷布可能会漏水，害狗仔着皮肤病甚至是热衰竭。动物处表示，因会改善环境，保障动物的安全佮健康。